再来看一个22岁姓郭的查甫人哦，8月底去到上海，已经9个月拢联络袂到人。国台办总是表示讲，这个人涉嫌诈骗，等下接受调查。陆委会批评讲，中国到达拢无甲咱通报。这个查甫囡仔的妈妈嘛是看新闻才知影讲后生互抓起来，伊只希望讲后生当赶紧哦平安返来台湾。李小明内底就是顶个月底入境上海了失踪的22岁姓郭的查甫人，伊的亲友正着急要找人。国台办伫咧23日头有上新的回应，讲这个姓郭的查甫人因为涉嫌诈骗，正伫咧接受调查。中国有关方面将会依法保障伊合法的权益。郭姓男子的家属看到新闻才知影讲被抓去。是不是有被威胁，还是被怎么样才会去做那一些事情？我只希望说他能安全的回来啊。家属也希望进一步知影怎么人伫咧倒。顶礼拜也已经报警，案件由一般的失踪案件提悬到人口贩卖案件处理。不过国台办并无具体说明这个姓郭的查甫人是涉及到倒一种诈骗，人怎么伫咧倒也要确认。陆委会不管中国有关单位到怎么拢无向台湾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通报。郭先生是被他们这个拘禁。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都没有向我们通报人身自由安全限制的这个名单，我们对这个也要表达我们的不满。在这几年来，跨境诈骗的案件正严重，就包有真侪在职人士涉嫌去做中国的公安或者是执法人员，在西班牙利用电信网络跨境诈骗中国的民众。在今年8月初，也涉及到诈骗被通缉或者是限制出境的20位少年男女，想要坐渔船逃渡到东南亚。不好意思，我们不会跑。好，有水，可以给我水吗？外交部也注意到，在最近个人从事海外诈骗被逮捕、被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是失踪等案件有增加的情形，再一遍呼吁个人唔当听信来路不明、薪水悬的工作，也要注意海外工课诈骗案件。记者综合报道。